头仰的代办事陈副市长，我们欢迎他。还有我们的朱勇士领导进场，还有是我们的原住民大家长陈主委陈志伟。这龙培养的那个头脑，如何呢？来吧，让他如不是来吧，让龙丹达斯标跟对马斯。我们的贵宾一起来见证我们的播种礼，还有我们的手上的主灵一起来看待我们今天的慎重的仪式。欢迎我们来的我上的这个龙丹什么？我们的马路边yes， 路过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来宾最后，我们要先请我们的交响乐器来为我们带来第一段泰鲁格传奇的演出，请大家掌声鼓励。